相信好多女仔都有出現過私密處不適嘅問題。隨住年紀越嚟越大，保養對於女性嚟講越嚟越重要。特別係香港經常有熱有濕嘅天氣，私密處出現痕癢同埋異味，你話點搞呢？再加上而家嚟到富國島，氣溫超級熱，足足高度有成35度，比起香港嘅天氣更加悶熱同埋潮濕，同埋而家又要嚟埋 period 啦，所以就會覺得更加悶熱同埋更加唔舒服啊！作為一個優雅嘅女性，又點可以有異味呢？如果想保養女性私密處嘅問題，建議可以試下呢個私密可膠囊同埋噴霧。最近我就試咗 Collie-G Beauty 嘅產品，佢係香港名牌 Collie-G 科麗健旗下熱賣絲襪保健品。呢隻強效正本3合1嘅功能，可以保護絲襪啦、泌尿同埋膀胱系統嘅問題，真正解決頻、急、滲。佢擁有5項嘅專利認證，只需要1日就可以有效咁樣抑制大腸桿菌同埋白色念珠菌喺私密處增長嘅問題。即使平時喺香港，亦都會做 gym 啦、踩機同埋做運動，亦都會叭叭聲咁樣出汗。雖然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解決女性私密處嘅問題，例如中醫同埋西醫，但一般西醫嘅價錢都唔平，亦都會有副作用。如果要食埋抗生素嘅話，一般都需要一個療程咁樣去食。停食嘅話，亦都會令到念珠菌有抗藥性嘅問題。而中醫就更加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係一個慢性嘅治療。對於我呢啲咁急嘅追人嚟講，又點可以咁慢呢？絕對會想快啲盡快藥到病除。而報告都指出，連續服用24週之後，感染率可以有效咁樣減少89%，簡直啱晒我呢啲追人。FreePo 含有多種專利成分，例如洛神花、4種絲襪益生菌同埋菠蘿酵素。專利蔓越莓成分經實驗證明，抑制白色念珠菌效果超過其他品牌。產品採用3層封裝技術，保護有效成分不被胃酸破壞，直達私密處。我有朋友經常有尿道炎，復發嘅時候即時食4粒，即刻冇事。而產品都係無添加、無副作用同埋冇藥性，所以可以安心服用。一定要 keep 住食啊！另外同系列仲有一隻益菌舒緩噴霧，出咗好幾年，唔少朋友都有用過，佢哋都話性價比高。我自己覺得比起凝膠真係方便好多。呢支噴霧360度嘅設計，點樣噴都冇死角，唔使遷就佢嘅噴射方向。檢測報告證實可以即時抑制99.9% 絲襪細菌，即時舒緩痕癢同埋刺痛問題，真正做到快、狠、準。白茶花因子可以去除不良氣味，仲添加咗美白、緊緻同埋保濕嘅成分，改善絲襪部位嘅暗沉、黑色素同埋乾燥敏感問題。自己係使用咗之後，真係覺得噴落去嘅感覺涼涼地，有一陣花香味，唔會再覺得有唔舒服嘅感覺。而且平時細細支咁放落手袋都好方便。噴霧可以用喺平時嚟 M 運動或者沖完涼之後。絲襪妥膠囊同埋噴霧內服外用，治標治本，效果更加好。如果你都有遇到類似嘅問題，試下 FreePo 嘅產品喺萬寧門市同埋網站有售。喺 description box 仲可以拎埋20蚊膠囊同埋10蚊噴霧嘅現金券，即刻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啦！